慈悲的父神，感谢你美好的恩典。那我们今天透过两位同工他们美好的小组见证，知道我们在小组里面是看见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建立一个属灵家庭的一个美好的基础。主，愿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给我们美好的教导。愿今天我们大家彼此都得造就，彼此都得美好的分享。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听了两位同工的见证哈。那我们在去年的11月13、14，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共事营，有100位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一起来分享。那之前牧师已经有做一些分享过，那就不再描述。那重点是在牧师的一个领受当中，上个礼拜我们将教会的5大面向，建造教会的五大面向分享给各位。那这个面向不是一个标语或是一个简要的宣告，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达成呢？我们怎么样做到？那其中牧师觉得其中一个最容易产生质变的、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就是建立小组事工。那还没分享经文之前，我有一个感受，刚刚听了婉如姐妹跟见人之事的见证。婉如姐妹说，她说她平常很爱哭，而且很愿意分享出她自己内心的感受。其实要一个人分享，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你不要以为开水龙头一开就有，不是啦。很多人在研究说，台湾人有2种特质啊。一种特质，台湾话叫做避暑。避暑应该怎么讲？国语应该怎么？就是比较木讷一点，比较腼腆一点，不大表达感情哈。像外国人一见面就拥抱亲嘴，那台湾人很困难。第二个是，有人研究说，亚洲或是台湾人有那一种叫做 shame， 就是羞耻，就是那种感觉自己比不上别人，看到外国人就矮小一截那种感觉所以不大能够勇敢的呈现自己的长处这样子哈。但是我发现到说台湾人另外一个特色了，台湾人在什么时候最敢表达他的意见呢？就是一大堆朋友，无论是女生或男生，在一起喝完了酒，哇，那不得了了。他所有的什么祖宗18代都敢讲了，为什么呢？好像那个羞耻感就没了，那种那个腼腆的东西没了。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喝完酒他会讲，这个也不是一个坏事哦。但是问题是在那种场合分享没有人会给你建设性的意见，只是让你哭一哭吵一吵闹一闹，那就结束了。搞不好还吵架，还打起架来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台湾人最近这几十年来有改变改变什么呢？卡拉 OK。一旦卡拉 OK 音乐做出来，你拿起麦克风，你就变成歌星了。以前叫你一个人站出来唱这首歌，你都不敢。那所以表示说，台湾人这种特质呢，有时候在进入小组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障碍。什么呢？我在小组里面怎么好意思讲叫我讲一些我家的风光的事这个高兴的事，可以彰显的事很好啊。但是讲我内心的感受、委屈、难过或是失败，那怎么得了？台湾人还有一个爱面子，对不对？那这个牧师用这个提起，是表示说，小组就成为我们台湾人一个罩门。一旦你能够在喝酒的场合讲出来的话，你在不敢讲的地方敢讲的话，小组最大的功能是因为它能医治。小组功能是因为它会带来神的拯救。那你可以在
喝酒当中分享，那也无可厚非啦。但是你要得帮助，你要得造就，你就是在小组里面。刚刚婉芝姐妹有讲，她说每一次她分享完就觉得轻松许多，那个疲累都没有了，那就是小组的奥妙。那因为时间不够，牧师就用刚刚读的这2段经文来回应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小组的力量在哪边哈？那牧师直接跳过来经文了哈。我们一起来审视这个圣经的教导。第一段经文，传道书4章9到12节，他特别讲到一个人到几个人在一起那种力量，那种组成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连小孩子都懂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有属灵意义的。小组会产生力量，2个人总比1个人好，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第一个，他用不同的层次来描述。第一个是说，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个人合作效果更好。2个人合作会效果更好，因为彼此配搭嘛，彼此帮助嘛，彼此成全嘛。那2个人是知己知彼，因为没有第3个，所以必须要交心，必须要信任，必须要依靠，那是肯定2个人合作的果效。那可能我们会有人以前会用华语里面的一个俗语说1个和尚挑水喝，2个和尚这个担水喝，3个和尚没水喝。当然就是因为彼此的那种信任度不够，但他是用正面的描述，2个人合作，那就比1个人好。第二个是1个人跌倒，另外人可以扶起他，那当然就是协助的意思。他说，如果孤独1人跌倒了，没人扶他起来，他就有祸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人生的路途当中，神建立一个夫妻的一个制度，一个家庭的制度，其实也是印证了这一个2个人一起同心协力，特别是夫妻2个人不同的属性、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特质，然后让一个家庭能够撑住整个社会的变动。那我们既然知道说群体在一起有彼此的互动、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支持，是一个建立一个更大的成就的基础。最近呢，我们台湾很喜欢流行3种运动，3种户外运动。第一种是马拉松，哇，我们在座有很多马拉松高手有的可以跑全马的，有半马的，有5公里的还有一个散步走路也可以到的那一种，大家是全民的哇。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露营。现在台湾很多露营场地做得很棒，甚至有的你空手过去就可以让你弄得宾至如归了那第3种运动比较有危险性，就是爬山。台湾在1-2年前，好像政府有类似山林解禁的运动，哇，一大堆人在网路一邀大家都去爬山了。所以最近山难很多，你都看到新闻对不对？因为有些人根本他自己都没准备，就跑上山了前不久还发生一个年轻人少年人拿了泡面就跑去爬山，而且跑到那个3000公尺的高山，哇，不得了，那个风险好大。那特别是寒冷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这样发生山难。那常常登山的一个专家，他会告诉你说，除非你受过特殊的训练，要不然最好是2个人一起，因为你可以彼此帮助。因为在山路上不比我们市区的平路，你什么时候会发生状况都不知道。那一旦你发生状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看到这个山难发生，有一个人他跌到山谷里面，他还活着但是动不了，因为受伤了，脚受伤了，他在那边哀叫，没办法，因为没有人能够找得到他。所以这种群体的力量是我们社会一个成长的基础了那最后一个是我们这几天最感受最深的，他说在寒冷的冬天的睡眠2个人睡彼此都暖和了，
一个人独睡怎么能温暖呢？哈。事实上，我们现在台湾的一整个社会的环境已经非常的齐全了哈。现在要睡温暖也不困难，因为有什么电热器啊，什么那个床垫啊，有那种电毯啊，都可以让你暖乎乎的。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朋友，他在脸书秀出照片说，哇，冷得不得了，棉被都冷的，所以我就用吹风机把它吹一下，那稍微可以温暖一下哈。那以前呢，我们就看到说孝子啊，哈，以前24孝有一个就是他要先到被窝里面啊睡一睡，让被窝产生一种热气，然后再请父母亲呢进去睡这样子哈。所以现在不困难了，但是他这个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两个人彼此取暖，那个温度会增加，那在象征说，其实两个人同心合意，他的能力也会增加。我是昨天好像看到一个公视的一个电视这个野外动物的这个影片，他就说，在中国的最深的深山叫神农架啊，有没有？那边就大概是原始森林了，有一种猴子叫做金丝猴。那个金丝猴听说是猴子类的最壮大、最硕大的。然后他们在这种冬天下雪的时候，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也没有什么取暖的这个用具，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靠在一起，彼此抱在一起。特别是刚刚生下来不久的那个小猴子，他只要独立生活，大概没多久就冻死了。他必须要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保持温暖。那个温暖是因为彼此相加的，我给你，你给我，叫做彼此取暖。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说，小组如果用这个文字去描述，你会发现说，两个人合作，两个人会彼此拉持，彼此来拯救。那再来是两个人在温暖的被窝会加热，再来是两人可以抵抗一个人的袭击啦，两个人可以抵抗一人的袭击。而且单独抵抗就没有把握，因为大家实力相当嘛，两个人彼此好像就多了两只眼睛，可以看见前后就可以帮助。所以这段经文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拉断。三股合成的绳子，现在我们呢到店里面五金行啊，什么绳子都买得到，对不对？我印象还很深，我小时候呢，我的家乡是捕鱼的。所以很多渔船所用的那个绳索呢，都要自己做。然后他们就买了很多我们台湾特有的那种琼麻，有没有？在恒春里面有那个麻，它晒干以后里面有丝，那个丝非常强韧。然后这些师傅就把那些丝把它卷在一起，然后抽丝把它抽出来，然后呢，先做成一股。再来就是用那个绞绳，用绞的那个机器，把三股合在一起，一直卷一直。因为那个琼麻的线呢，它本身有弹性，对不对？它卷到一个程度，才让它能够固定。那些绳子呢，竟然也可以去成为渔船，它要靠码头的时候，要有一个绳索把它套住个码头的那个铁砧，然后拉住船才不会漂流。那这个是我们生活上最容易看见的，但是传道书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就是形成这样的能力，形成这样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这样子做一种呼吁，就是说，我们第2堂礼拜参加小组的是比较普遍，但是我们新来的朋友，请记住，在富强教会里面，你要得到最美好、最珍贵的属灵的资产。你来参加礼拜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参加小组呢，真的是进宝山空手而回了，因为你没有领受到那种一家人和乐融融那种喜乐跟平安。那大概弟兄姐妹认识牧师的人都知道，牧师比较不是一种强势要求硬性规定的人，牧师是用一种欢迎的角度说，
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小组美好的事工，那你进来到教会里面也许看到诗歌敬拜非常的非常棒。我们在做礼拜，感觉上气氛不错，我们还有很多服务很好，但是没有领受到小组的祝福，那是太可惜了。就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非常漂亮、好吃的那个披萨饼你只知道那个饼皮啦，还没有进到那个里面很多好吃的馅在里面，什么样的馅都有，你没有吃到，你只觉得饼皮还不错，香香的而已。那进入教会如果没有进入到小组，就好像这种那种没有馅料的饼皮一样。那当然敬拜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核心，但是要在小组当中得到造就，得到成全，得到祝福，得到更多的属灵的装备。因为我们教会的小组，它本身不只是一个组织而已，而是一个属灵的单位。一个像刚刚坚仁执事所做的见证，一个小组就能做一个教会的工作，因为关怀、造就、栽培、探访，还有服事，包括到社会做这个社会服务，都能让一个小组完成。而且因为它人数不是太多，所以机动性很强，大家彼此认识更深，彼此的能力就能够发挥。那一个教会如果要成长，它靠教会人数众多是没什么效果的，就好像水满了水缸就溢出来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但是小组的话，就会换成一个连接一个连接一直出去，很像枝子一直延伸，很像树干一直延伸。那这个是我们教会为什么鼓励你参加小组的，不是强迫你，而是觉得说互相教会这种理想、这种美好的境界竟然还有人不知道，那太可惜了。最后，牧师要分享第二段经文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组的组织不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算了，它是一家人的概念。所以，小组是营造圣家庭的温馨，因为我们是上帝一家的人。上帝的一家人那种关系就是生命的共同体啦。当然，我们都了解说，我们有一个肉体的，我们有一个血缘的家庭，但是教会里面是圣灵的血缘是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的家庭这种血缘可能比一般我们肉体的血缘更加的有意义、有造就跟祝福。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个学习：第一个，请记得，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原本看作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是这一国的，跟我没关系的，现在不是了，不再是外人，不再是陌生人。刚刚我讲到说，你来参加聚会很好，但是你可能还是觉得跟这个教会格格不入，或是跟这个教会还没有尝到那个核心，有点类似外人的感觉，好像陌生人、外邦人的感觉。当然，有人会用什么来界定呢？我把会籍迁到互祥教会，那就是这个家人，那不一定那是形式上的加入是你生命的投入，你是这个小组的生命的共同体，那才是真正的家人。第二个，我们圣经这样讲说，我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一家，那代表是其他的团体，比如说牧师之前很喜欢打桌球。然后跑到球场，一大堆人打的那个很热烈，但是呢，大家说再见就彼此没什么关系了。到球场见还好，私下就没什么互动。那个也是个群体但是教会的小组是一家人，而且这个家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怎么样？他说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基督耶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组织它是上帝的家人，它是用先知跟使徒他们属灵传承这个基础，然后以耶稣基督当基石、当宝座。那你看这个小组，他的生命的能力，有时候比普通的一个血缘的家庭更加的强盛，更加的有力量，因为他能行神所
祝福的神迹，他能看见人被生命被改变。有时候靠家人还没办法。最后他说，我们倚靠上帝，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逐渐扩大，成为圣殿，献给主。所以他把这个组织看成一个达到圣殿的等级啊，就是一个属灵的宫殿，是上帝住在里面的。那这个团体是多么大的宝贝跟珍贵。所以最后他说，我们倚靠他，也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等于说，上帝给我们2个家，一个是肉体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彼此生活、彼此依靠、彼此建造、祝福，那是一个属世的家庭。那属灵的家庭是建造属灵圣灵同在的，是让我们在属世家庭不能完成的，能够在构作属灵的家庭，帮你装备的更完备，生命更丰盛。不同的属灵的成员，他贡献出他们的智慧跟能力，大家一起建造，一起成长。而且这个小组呢，不是用世上的标准在建立的。我常常听到我们的区长跟我们这样讲说，每一个小组都很可爱，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小组长，他的性格、他的能力，或是他的专长都不一样。但是就神很奇妙，就让他们这一群人有的不同的属性，但是大家在一起就那么的平安，那么快乐。各位弟兄姐妹，我把其他的讯息会改在1月24号再把它补充。那我最大的期待是说，我们的教会在达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整全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所属的小组。请记得，不是因为哪个小组好我才加入，而是因为你加入了这个小组才会好。那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生命的信心呢。你不能说哇，这个小组很棒，我那个小组长很棒很好，小组员很棒，我就要加入。那这样你的期待永远不足了，因为你是要享受服务嘛，是因为你这个小组有你加入，这个小组才是完全。感谢主，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心中祷告说：主啊，让我委身在小组，让我服从小组长的领导，让我因为贡献我的小组就更加的健全。